台南市正统的六里门圣母庙花火迎春的高空烟火系列活动，伫咧4月3号阴暗会热烈登场。这摆因为疫情的影响，经过马祖降价指示，高空烟火表演延到4月3号阴暗才会来施放。其中，同港的下晡4点10分，也有阴暗的7点25分，会有加济高中的仪队海蓝天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在仪队的操演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不同于其他仪队比较雄壮威武的部分，佳琪海蓝天的仪队呢，多增加了一些柔美的特质。那像这一次，我们非常荣幸的应文化局之邀，来参加此次的鹿耳门圣母庙的一个演出。那在4点10分以及7点50分，都各有一场海蓝天仪队的一个表演。那非常的希望，就是我们的民众能够前往观赏，能够了解佳琪的这个仪队它的一个特色。海蓝天的仪队伫咧民国48年成立到现今已经经过63档的传承。因为仪队到目前也是以招收查某为主，所以特别甲传统仪队的动作调为较柔美可爱的方式，加上过去的学子独创的莲花手，表现出优雅气质的独特风格。就是这场表演的话呢，我们大概从去年开始筹备，然后我们平常练习就是1356，所以比较频繁的在练习，然后从整个架构啊，然后到每天训练基本动作开始，然后整场表演大概10分钟左右。去年的接受到我们台南市文化局的邀请，要去那个鹿耳门国际烟火的花火派对表演。那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次的3年级很可惜的也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一次的主力就由1年级跟2年级，一起来训练。那就刚才教练有讲过，就是1356。那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加练，连星期天、例假日，我们都会为了这个鹿耳门的表演来尽心尽力，想要把我们这一个表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美。欢迎市民朋友，伫咧4月3号的时阵，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之下，会当做伙来到台南土城圣母庙来欣赏由加济高中仪队海蓝天所带来的精彩优雅的仪队表演。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